3颗蛮大的，像这样黄橙橙的就非常成熟了。待采收的水梨几乎快把果袋撑破，果农廖进才一脸满意。不像去年气候反常，梨子被晒到日伤，今年雨水少，合理化施肥，收成好。施太多会变成肥害，所谓肥害就是根本这个新梢长不出来。这个梨子的东西，这个叫新梢了。这个新梢长得越茂盛，表示这颗梨子越健康，它吸收能力越强。利用日本进口花苞嫁接横山梨母树种出来的风水梨，是苗栗3湾的特产，肉质细，水分多。这种那么大的，差不多快要1斤了啊！这个算14、15两了。我们3湾街上，他们大部分是卖到100块1斤。价格好，因为品质好。而3湾梨有个特点，一定等成熟才摘，这也代表3湾梨只在产地直销。3湾果农对自种自销有一种骄傲，因为高阶梨评鉴他们是比赛常胜军。没想到今年遇上寒害，特等奖拱手让给大湖。所以今年真的2晚，就是因为寒害的关系，所以评比的时候它还来不及熟，对不对？3湾梨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真的是黑坤田吃饭，要看天吃饭。坤田吃饭啦，懂辛苦做啊。哦，真挺懂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但是还得认真做啦。别的产地急起直追，3湾也积极寻求突破。风水梨的盛名吸引游客进果园，让他们看到小山庄衍生的观光机会。始终维持着产地直销模式的3湾梨，现在农户们是各自发展、各自成就。不过从南湾身上，他们看到了结合了观光蓬勃发展的可能性，这是他们急于规划的下一步。黑坤田4番，真顶懂辛苦。黑坤田4番，真顶懂辛苦。